的小沙强光手电是高亮度的 M60灯芯设计，强光很亮，还有防丢绳设计，不怕手滑掉下去，带伸缩变焦功能，自由掌握远光、近光，很轻的铝合金材质，体积小巧，男女都能用，可以放口袋或者包里。有了它，爸媽出行有。跟住片買咗個電筒花，質素同性能點咧？我哋打開即刻睇下。佢參數齊嘅，係微笑沙旗下牌子，叫小沙，拎上手都幾聚手嘅。係金屬材質嘅，成支鋁合金。頭部咧有防滑紋，側面咧係露營燈，嗱可以拉出嚟，拉入去變焦嘅。我而家就分幾個唔同嘅場景去測試佢。嗱，睇實啦，3、2、1，哇眼都花埋。誒，仲有個露營燈喎，個露營燈亮度可以啊。誒，呢個警示燈，紅藍爆閃，我哋嚟到地庫嚟試下佢。夠晒光喎！哇！睇個光柱，光柱夠光，夠實淨嘅。嗰邊都睇到啊！露營燈，個露營燈都夠晒光啦。我又會點咧？睇住，哇！夠晒光啦，係嘛？過嚟，哇！嗱，睇下呢邊。哇！睇下光柱先，哇！成支探照燈咁，哇！犀利！佢仲有個爆閃模式嘅，嗱，眼都花埋，真係，唉，終於上咗山頂，睇下佢嘅射程有幾遠啊！嗱，先睇起緊樓呢度，目測唔止500米啦吧，1000米都可能有啊！再睇下條動車橋，哇！射程係夠嘅，行山夜路都好有用。而家係充滿電狀態嘅，測試佢嘅續航。嗱，已經開咗強光模式㗎啦，最光㗎啦呢個。好，計時，熄埋眼燈先。冇電啦，差唔多2個半航電，有需要嘅話放心入手啦。